誇耀主。哥林多前書3章21節。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，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。誇口係驕傲嘅表現，亦都係屬肉體嘅產物。今日世人經常都誇耀佢哋喺地上嘅成就，就好似賺取錢財、學問淵博、地位高升、高人一等。而屬主嘅人亦都經常因為佢哋所領受嘅恩賜、祝福、啟示而誇口。但以理書4章30節記錄咗昔日巴比倫王誇口咁話：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，要顯我威嚴的榮耀麼？結果就惹嚟咗神嘅審判啦，就好似牛咁去到野外食草7年之久。正如箴言16章18節嗰度話：驕傲在敗壞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令人誇口亦都同樣係驕傲嘅表現，因為標榜某屬靈偉人，以佢嚟誇口，就等於表明自己係屬於佢嘅，好似有份於佢嘅優點，似乎變得高人一等啦。昔日嘅哥林多教會就係咁樣，有人指住彼得誇口，有人指住保羅誇口，有啲就指住阿波羅誇口，因此就產生貴重呢個輕看嗰個嘅分門別類咁嘅現象。今日神兒女中間亦都面對相同嘅危機，好多人經常以某啲屬靈偉人嚟誇口，而輕看其他主嘅僕人。呢啲都係屬肉體嘅表現。雖然有啲主嘅僕人特別俾主重用，但係我哋亦都唔應該用佢嚟誇口嘅，更加唔應該標榜屬於邊一個人。正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章31節嗰度話：誇口的當指着主誇口。係嘅，除咗主之外，冇一個人係完全嘅；除咗主之外，冇一個唔係領受嘅。所以我哋除咗主之外，別無所誇，只有一心追求主，一生高舉主名，榮耀全歸主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保守我嘅心，唔會因為地上嘅成就而自大，亦都唔會因為跟隨世上嘅偉人而生出門戶之見。願我能夠時刻見到自己嘅微小，凡事謙卑，唯獨以認識主為我一生最大嘅誇耀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